今日同大家分享居屋啟鑽苑3到4人單位設計，單位實用面積374尺，原木風格設計，全屋間咗2個房間，客廳用玻璃趟門做間隔，客廳全部做特色牆，搭配燈帶提升檔次，電視牆同樣做護牆板，連主人房隱形門一體式設計，地面做一排曲尺嘅地台連埋睡房，客廳用玻璃滿間房，唔會遮擋自然光線，房間內就做4車地台床連衣櫃書台，多做個升降台，仲可以作為娛樂空間使用，主人房空間充足，做到全房地台連大衣櫃，床頭加燈帶，入門口做完壺櫃更好睇，廚房就做 U 型嘅地櫃加吊櫃，仲有洗衣機位置，廁所就正常做洗手櫃加智能鏡櫃啦。大家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報價。